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讲台湾有9成退休的军官未申报给中国，退辅会主委房市款是批评讲乌白报。南部欠税状况是30冬来上严重，中央成立对抗可化应变中心，高雄会对3月7日开始减压供水。去年劳退基金赔2280多亿，平均一劳工是损失18000块，是有史以来劳退基金赔了上惨的一档。再来看健保署昨暗公告讲，后个月开始调整部分的健保药价，即届是有5400多种的药啊降价，健保一档就会当省81亿8千万。健保署嘛表示讲，因为最近一寡药品欠货，所以即届有8000多种的药啊，先维持原本的价销。受疫情影响，健保药价已经2年无做调整。健保署初暗时公告上新的药价，要伫4月7日上路。这摆总共检讨14000多项药品介绍，最后调降5400多项药品，调悬30多项药品，药价调降总金额是81.8亿，创史上调整品项上少的纪录。因应这一次的不调整的原则，有3大不调整原则嘛，就是基本价的不调整。那调整之后呢，会低于基本价的，我们也就是以基本价来做价格的保护。健保署表示，因应最近药品欠缺事件，这摆药价调整有8000多项药品无调整，也适合地板价的原则。那厂商认为无够成本，也应提分析报告重新议价。不过，医界团体认为，根本解决之道是针对健保药品的给付加支付制度通盘检讨。药价过低、药价差衍生的困扰、用药品质、只是用药不应给付，以及民众因缺药可能会有自行断药的疑虑。那主管机关是否邀集相关的团体来共同会商？基层诊所也经常在开了一些指示用药，那一下子通通都不给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未来还可以再研议。针对最近有药师服药，健保不应该给付，一般为药等指示向药。试水员强调，这个议题进前也讨论过，也出现过证据，未来也应过建议。目前有寡药品经过药局或者是诊所调度，也是为药通用。现阶段调查，真正欠药的只有15种，按算3月中就应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调整人假有6天得爱补班补课，引起真侪批评。早起伫立法院各党的立委针对固定假立法草案在讨论的时，有立委就主张讲，未来调整人假敢会当唔免个补班。针对固定假日有立委嘛认为8日3炮节嘛应该放假纪念，嘛有立委认为讲应该爱个增加言论自由日甲原住民日。民众连续休假会出门佚佗，但是今年补班有6天，侪民众话讲伤忝。初二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固定假日法草案，各党委员拢提出无共想法，要增加固定假日。亲像时代力量党团就提案加入4月7日言论自由日、4月2日世界地球日等等。时代力量党团的国定假日法是在第9届劳基法修2的脉络之下所提出的法案。那最主要的主张就是要维持19天原本的国定假日，并且把一部分具有威权象征意义的纪念日的节日调整成符合我国当代的民主宪政价值的国定假日。是不是可以增订元宵节为民俗的节日，以符合民情上的一个需求，舒缓工作压力及活络国内的一个经济？因为83这一天，事实上才是因为了抵御外侮，所以全国都因为这个83的这个炮战的这个胜利。所以巩固了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发展。除了增加假期，也有立委联盟，若是拄到单性放假，敢有可能干那放假卖补班？周休2日之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国定的这个假日等等加上去，目前是115到116，也符合大院的一个要求。放假但是不补班的话，假期的部分就会超过115或者116，那这个事情知识体大。另外，针对立委提出侪固定假日的草案，除了是为了增加假日，也望加现主时规定假日的纪念日加节日实施办法，为实施办法提升到法律的层级。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国防部按时要推动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的修法，关系到媒体管制，佮有16岁以上学生名单的注册，引起真侪争议。即马传出讲要先暂停修法咯。
国防部是表示讲会继续来听各界的意见，嘛强调讲修法无时间表。另外，有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指出，讲台湾有9成的退休军官未申报给中国，退伍会作为帮税款是非常的上气，批评日本的媒体乌白报。永安正式紧张国防部未修订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所以因为事前无甲国会沟通，加上关节媒体遭到会议上学生做册这代志，引起争议，传出暂停修法。国防部7日回应，目前依然是有够时间，继续修正意见，强调修法无时间表。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请回，即马只是带方向，未讲停就停。这些学生要到战场去。会不会成为娃娃兵？全民都很关注。准备阶段也要管制媒体，真的违反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有违宪自由。假设要修的话，这两部分一定要拿掉。针对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用专题报道，讲台湾上大问题有真济国军强调，指高达9成的退役军官到中国未申报趁钱。而且讲国军高层大部分是外省人，无法度甲中国作战，中央地位拢讲这是恶意散布谣言，侮辱国军。退伍会主会帮这款也真生气。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说放他妈屁！有违反了国安的法令，我们会退除他的退出，就是停止他的退伍。太好了。立委刘世峰临时提案，建请退伍会邀请国防部、陆委会、法务部清查过去5年退伍役军事官名单是不是违反相关的国安规定。因为国军采购66架 F-16B 战机，按算2016年全部交机。不过，外国媒体《华盛顿邮报》点出，台湾面临飞行员招募的问题，未来3年至少需要100名飞行员。这些人的役期，他能不能调整？他能不能回聘？我们可以像法国一样的，把它变成军队中间的飞行员，或者是指导员。帮这款承认，一个飞官的养成爱靠时间甲经验。江启臣提出，飞官退伍的年岁还阁少年，是不是应回聘担任指导员？帮这款表示，会建议反映给国防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资政高宽敏2月27过身，食到97岁。民进党党主席、副总统赖清德今仔嘛去念香。家属伫松山路台湾制宪基金会设灵堂，对初1到初5开放各界对事，包括前副总统李秀莲、劳动部处长李俊义等人，今仔拢有去念香。再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处伫初1公布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其中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是真重要的议题。美国方面嘛望讲会当赶紧有结果，进一步来深化台美贸易甲投资关系。美国嘛宣布上新的对台军售案，总金额6亿1900万的美金，这嘛是拜登政府伫任内第9个对台军售案。美国贸易代表处初1公布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甲2022年的年度报告，其中去年6月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方列做是重要的项目。美方望讲会当紧面来达成进展，进一步深化双边的贸易，还有投资关系。总统蔡英文在接见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的时阵，嘛共同愿望台湾会当和美国伫个未来做进一步来达成双边的贸易协定。我们希望台湾和美国未来进一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以及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让双方深化经贸合作的关系。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产业的竞争力。蔡总统有讲到台湾今年的经济自由评比排伫全球的第4名，政府会率咧来拍拼，和一个民主盟友来加强经贸合作。也那佛纳伊嘛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是伊的好朋友。麦卡锡嘛有表达讲有想要来访问台湾，伊嘛真支持，佮有鼓励，嘛望讲有一天蔡总统嘛当去华府的众议院演讲。Should that invitation be forthcoming, I want to be on the record right now as saying that, Madam President, when you come to Washington, you must also come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那么这次美方同意供售的2型飞弹，都是空军已经完备了作战能力的弹种，
并且针对部分功能强化升级。台美关系正大麻，美国政府已经伫个初一暗时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要卖台湾几落百粒 F-16的飞弹，金额是6亿外美金。行政部嘛已经通知国会，这是拜登政府本年度头一遍伫个这个任内对台湾第9摆的军售，会当来落实对台湾的安全隐私。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的经济成长表现了无好，嘛影响到咱国出口的表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敢有法度保持？什么时阵会来公布第15届的景气循环？外界是拢真关心。国发会主委金明兴是表示讲，过去一直无法度认定讲什么时阵是景气的高峰，所以无法度公布。最近嘛已经确定讲景气落底的趋势，所以按算伫3月底会来公布咱国内第15届的景气循环。受到全球经济降温的影响，国内1月份景气的灯号，佫出现第3粒代表景气无好的蓝灯。综合判断的分数嘛，比去年12月份减1分到11分，创下14年来的新低。嘛，互纳入立委关心讲，国内景气循环的高峰敢是已经过啊？早期国发会主委姜明兴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表示，第15届景气循环的高峰已经过啊。目前已经进入收缩期。2018年公布了2016是景气循环的谷底，到现在已经过了5年多，没有再公布。16年开始它的景气没有完成啊，就是都还是不错了，没有下来，你就没有办法认定那个高峰点。世界各国有的2年，有的3年平均，甚至有超前，大家都公布了。我们什么时候要公布？我们3月份会公布，这个月。姜明兴表示，要确认第15届景气循环，要先确认顶一届高峰是当时，先确定观点，才会当知影当时落来。有立委嘛质疑讲，国内伫大卖、小卖甲餐饮业由黄蓝灯变做是蓝灯，反映出中小企业上直接的感受。而且今年的景气亲像坐分消费车共款，疫后特别预算3800亿内底，都有1/3要发予民众，1人6000块。对中小企业的照顾，敢有中长期的经济协助？可以在今年做到什么样的感受吗？6000块的普发内需的经济促进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帮助了。那对于一些中期的这些中小企业的体质的调整，投入了一些设备或产线的一些永续的一些改造，或者是数位的改造来讲，对短期的经济是有所促进，对长期来讲，它的竞争力可以提升。姜明兴强调讲，虽然去年制造业有销库存的压力，不过景气袂一直遐尔歹，按算上加伫个5月份，但库存消化了，按算6、7月会有反弹的机会。不过反弹的力头恐惊是无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长苏地争取文化礼金，予18岁到21岁的少年人拢有通领。也毋过2001年9月份到12月份出世的学生囡仔无包括在内哦。今仔早起，苏地第二反应是表示讲，卖甲这个人算在内。最近国家交响乐团 NSO 因为邀请表示支持普廷的女高音来台湾演出，引起争议。部长是表示讲，文化部无介入，也毋过认为讲，文化艺术嘛应该考虑到整体社会的经济，未来上好是避免这款的事件发生。受外界认定讲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丁私交真好的女观音安娜涅翠布科，因为受到国家交响乐团邀请来台湾，引起讨论。虽然讲上尾这个演出是取消去，不过同款和调雅的立委真关心。怎么会邀请一个普丁的好朋友，而且他是在乌克兰文化部发布的一份制裁名单当中？我希望说他在做相关的决策，要特别考虑到整个国人对他的信任。决策取消与否，这个是由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完全他们决定的，都是非常不得已，也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何避免再发生？不管是表演艺术的邀请，或者是展览的合作，它都必须要很长时间的这样子的提早的准备啊。所以在决策的当下，其实就应该要有相关的评估。文化部长苏德伊去立法院做文化部进行计划专案报告。了后，问到讲，这个俄罗斯女观音，还佫有28纪念日的时事争议，
也若伊上任了后，有来扩大要来争取18岁至21岁发放的文化礼金，嘛，互立委点出讲，2001年9月至12月出生的学生会有变角人的问题。就我们是同一届的，我们也一样在疫情当中受害。可是为什么在2001年出生9月到12月的，却没有办法享有这个成年礼金哦？大家很抱歉、遗憾啊，但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在快速争取预算状况底下的一个无心之过了，我们确实是没有心这个要造成这样的伤害。史迪伊就直接咧讲，甲这3个月出生的学生闹交去，这确实是有打去。初步估计这经费有8000万，会顾虑到因的感受，会扩大来适用。若整体文化进行计划，是会等相关的预算伫立法院三读了后，配合学生的毕业费，办批要伫6月来发放。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立法来推动是正重要的关键。立法院今仔审查环境部组织法的草案，环保署嘛指出讲，目前办理气候变迁相关业务的员工只有44个人哦，实在是无法度应付未来大量而且正复杂的新业务。行政院组织改造已经拖几啊年，其中要甲即卖环保署升做环境资源部，这几年来拢无成功。现在要退一步改制做环境部，透早伫立法院联席审查，针对环境部未管到山林、水土等等的保育业务，时代力量是积极，升格了后，敢真正有效果？只是环保署就地膨胀。没有整体的气候变迁调适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功能。执政党立委洪新涵嘛积极退一步设环境部，咁就是代表讲日后若面对保育相关的工作，就要做无事情。不过环保署认为，目前确实是真需要推动改造。是双手一摊说，没有放进来就不干我的事，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我原来支持这样的理念，但是第一个是我们现在面对新的挑战，我们非得去做一个调整，我不能再等哈。环保署会这样的烦恼，是因为若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就要定主法推动碳盘查、碳交易、扣碳汇等工作。但目前办理气候变迁的人数煞敢若按44个，所以署长周子敬才会强调，若唔确实推动改造，状况恐惊会阁愈歹。如果照环资部那样通过，其实我们现在环境的议题可能只会更糟，不会更好。针对气候变迁应用法，已经伫今年2月中由总统公布实施，续来就一定主法甲碳费。国民党伫几十年中关心费率甲推动的时间，环保署表示，按算2004年开始扣碳费，袂干那一种费率是累进制，各排放就扣愈重，买当应用后面2026年要开始的碳边境调整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全球的金融市场大落，劳动基金是了甲稀利率，新制劳体基金了2280多亿，平均一劳工损失18000块，是2014年劳动基金运用局开办以来，劳工了上济一档。这劳退基金去年度的收益分配结果，那今天就会揭示在劳工的个人专户了。那去年因为受到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基金的运用收益是一个负数但是呢，这并不会影响劳工专户里所累积的本金。那么收益的部分当劳工领取退休金的时候，累积的收益会有至少2年定存的一个收益保证劳保局强调讲，虽然劳体基金了钱，也毋过伫今年1月份就已经开始趁钱咯。嘛强调讲劳体个人的专户有累积本金甲收益2个部分。本金是逐档摕纳的退休金，未去受到基金了钱的影响。收益是依照劳动基金运用局投资的收入来分配。劳工领退休金的时阵，有保证收益的机制，上少是以2档定期存款的利率来计算。再来看有民间的救护车业者向民代投诉讲，因要买上新一档的救护车的保险，却找无产险公司肯买。产险工会是表示讲，保险业者卖评估风险有可能是因为救护车的设备甲人员较复杂，风险嘛较悬，所以保险公司才会拒绝。因会去找业者来讨论。小轿车冲撞救护车，力头正大，连边的面体拢受灾殃。救护车伫紧急救难时阵有优先路权，毋过常常发生当地的时阵有意外，所以不少医疗机构甲护理机构也甲民间救护车业者签合约，要求一定爱投保。
不过最近都被少民间业者发现，想要继续保险煞予产险公司拒绝。要紧急转送一个病人，例如小朋友，要到北部的医学中心。那妈妈在旁边要上车之前，就我们人员跟她说：“不好意思，妈妈，因为没有乘客险，我们不让你上车。因为上车如果出状况，我们不能理赔。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救护车的风险过高，但是至少你可以看是用不同的额度来跟我们计算，而不是让这些愿意去付出出勤的这些医护人员身处在风险之中。”救护车业者表示，若被拒绝保险，不止无法度履行甲医疗机构合约，佫无法度保障万一发生意外，救护车顶员陪伴医护人员甲家属的权益。要求金管会约束产险业者应该善尽社会责任。救护车上面有一些医疗器材，那这些医疗器材也许可能要经过所谓的约定保额，透过产险公会，包括保发中心来试算这个保费。产险公会表示，各家业者会评估应承担的风险，来检视报道内容。若是有调数记录或者是其他变数，拢可能调整续约内容。这是业界例行换约流程，并不是针对救护车。面代要求工会爱在1个月之内，邀请保险业者讨论各规定无同款的风险。不过，议员爱予救护车业者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伫台中掠到一个跨国的跋筊集团吊客有台湾、菲律宾、越南各国的人士，伫台中7期高级办公室办公。警方掠到一个涉任的主要嫌犯等42个人，统计1个月缴金就有1亿7千多万。专案已经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摕搜索票入去台中7期的高级商办大楼，大声喝令叫嫌犯唔通震动。刑事局查到跨国跋筊集团，经过4个月修正，今年1月收网，撞到集团的机房。索票，来进来，来，代表。这个跋筊集团经营的网页内底有体育、电动等等各种的地图项目。刑事局表示，集团专门咧写菲律宾、越南、甲台湾的缴卡，逐个月收的缴钱都代表1.7亿。地图的包括去年底卡达世界杯脚球赛，甲今年的世界棒球经典赛。集团内部是企业经营，有识资讯、客户、人资、会计等部门，招民众加入不法犯罪。佮讲工作的环境好，提供生日礼券、3节奖金、特休等福利。警方拢总掠到涉任的主嫌等42个人到案，查扣300多万的现金加1台电脑。总计查获林姓主嫌等42人到案，初步清查每月的赌资逾新台币1亿7千余万元，并查扣手机、电脑主机、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以及现金约300余万元等赃证物。警方强调，网络签缴、线顶跋筊，伫去年底已经列入跋筊罪规范，相当会当罚到5万。专案的移送台中地检侦办，呼吁民众莫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后，那台湾的观光业正欠卡手，最近向日本、新加坡等真侪国家嘛拢来咱台湾找员工哦。这2天伫高雄的餐饮大学，都有日本的观光业者来台湾面试学生，员工的福利是完全来比较日本本国的员工。学生用日本话咧对答，讲甲真认真，打拼要来争取实习的机会。伫咧初2、初3这2天，高雄餐饮大学举办海外实习甲就业的面试活动，有机会当去到日本出名的连锁饭店实习甲食头路。可能会回来啦，因为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经验，那我还是希望可以在台湾工作这样。都学了外国语言的，我觉得还是要实际的去外国看看。因为业者的体验办签证，嘛会提供员工宿舍甲食宿，也搁以当地标准来算薪水，所以学生拢真踊跃来争取机会。日本的业者嘛专工飞到台湾来面試，嘛表示因对人才需求是真懸。非常に台湾の学生さんが日本人のお客様にも評判が良くてですね、接客のホスピタリティの気持ちも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そこは非常に助かっています。で，总共来了大概有6、7家的业者。那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酒店，我们学生的供应恐怕对他们来讲还是不够的了。高参表示，除了日本以外，新加坡、美国甲加拿大等等，嘛拢咧抢台湾的人才，所以国内会愈歹找到卡手。另外，即马全球正咧发展观光，高雄港务旅运中心嘛准备伫咧4月迎接新加坡级的邮轮，将做邮轮母港之一。在高雄住上3个或4个晚上。
那到高雄跟台湾各地去旅游。那之后呢，等我们的船回来高雄的时候，他们又再上去那他们再回到香港去。市府是真乐观来看待解封了后的观光商机，嘛强调台湾防疫做得真好，随时会当迎接观光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希腊2台火车烧落，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0来人死亡。初步调查是人为的疏失。负责车站的站长洪掠起来，交通部长嘛已经落台，民众要求爱追查原因，嘛爱有人负责。示威民众伫咧雅典的大路顶向警方弹石头，警方射催泪ga斯、闪光弹，抗议民众游行行过议会。之前也有人伫交通部外口扭布条证书。有媒体报道，火车迄当阵的时速160公里，烧弄了变做规原的废铁，坐伫内面马身的人绝对袂堪的弄。Όλα δείχνουν πως το δράμα οφείλεται δυστυχώς κυρίως σε τραγικό ανθρώπινο λάθος. 有报道讲，电子信号软体故障是人工伫咧操作。有工会会员讲，自雅典到塞萨洛尼基的信号系统，只敢一部分是完整的，其他拢是手动控制。这个问题已经25天啊，拢无解决。国营铁路基础设施的营运商 OSE 无做回应，或者是发表声明，人无够可能是原因之一。工会负责人讲，本来应该请2100人，不过即马只敢750位员工。有一个车站的站长被逮捕，被指控失职。不过伊讲可能是技术故障。交通部长卡拉马里斯辞职，讲要承担国家长期以来失灵的责任。由欧盟甲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希腊部分铁路系统2017年民营化。隶属伫咧意大利国铁集团，因已经讲愿意配合调查。工会讲，这项比较显示出长期以来的多重缺失，人无够，好似系统拗过，现代甲已经过时的古早系统设备斗起来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 G20 20个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今仔伫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讲，伊袂甲中国也是罗西亚外长见面。俄俄战争应该是这场会议的焦点。主办国印度嘛望讲透过这个机会，团结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另外，伫北欧的芬兰因其边界起围墙，要来防止罗西亚移民逃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一暗时坐船机到印度，准备参加初次登场的G20 12个集团外长会议。暗过，伊伫乌兹别克准备启程进前，面对媒体询问，伊直接否认会中会甲中国外长会面。No plans to see either at the G20, although I suspect that we'll certainly be in group session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together. 布林肯也批评莫斯科并无严肃对待结束乌克兰战争，暗过有了俄乌战争会是这一场会议的主要焦点。即马美中关系因为侦察气球的事件愈来愈紧张，加强对俄乌战争无共识，恐惊互东道主印度借此会议团结世界主要经济体努力为了阴影。Not just on Russia-Ukraine conflict, but also on the impact of that conflic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the economic impact, particularly the development impact,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e because of that conflict. 印度并无谴责这场战争，俄罗斯外长也可能用G20会议批评西方互经济发展倒退路。英国外长是跳出来讲话，有关有真侪议题爱讨论。因为俄乌战争改变欧洲安全形势，北欧邻国拢采取行动，防止俄罗斯侵略野心。芬兰用3.8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15亿，伫边界开始起长200公里、悬3公尺的围墙，顶悬搁加装有刺的铁网仔，目的是防范俄罗斯非法移民入境，造成个人风险甲内政负担。芬兰国会也伫测试以184票对7票压倒性多数，伫8号正式动议进前，就批准加入北约的相关条约。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阿根廷政府证实讲，因国内的饲鸡场出现禽流感，已经暂停出口了。嘛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有真侪国家拢发生禽流感，日本甲南美的秘鲁灾情嘛拢真严重。亚洲的甘波泽嘛传出讲，有查某囡仔为着禽流感死亡。
阿军亭内角道河省发现饲鸡仔的饲禽业头一件禽流感的病例，目前已经随暂停出口禽类的产品。内角道河省的禽类密度较低，目前家禽产品对民众来讲也算安全，不过要遵照国际规范暂停出口，而且通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Nos caiga acá en el galpón y se complique. Tratamos de tener el galpón totalmente hermetizado. 禽流感的疫情持续伫南美洲咧传，目前阿根廷全国拢总出现25件禽流感的病例。2月中，阿根廷宣布卫生紧急状态，不过迄当阵饲禽业并无受到影响。阿根廷禽类的产品伫2022年拢总外销去56个国家，总金额有达3亿8千万的美金。即届肉价养殖场去禽流感入侵，地区禁止外销，所来卖冲击南美国家的市场。不过根据法规，家禽类也是会当伫国内卖。Y bueno, pero ahora nos enteramos de la gripe aviar, y bueno, nos da un poco de miedo. 国际社会受到禽流感冲击的，还佫有南美洲的秘鲁甲柬埔寨。已经伫禽流感卫生紧急状态的秘鲁，因为疫情无稳定，继续延长。秘鲁海沙堡出现济海狮死亡。柬埔寨2月底出现一个11岁查某囡仔，去挖到 H5N1 病毒死亡。因老爸了后嘛验出阳性。世卫组织对禽流感的人际传播表达高度的重视。公视新闻吴玲编译。最近南部欠水的状况是30冬来上严重哦。中央生理对抗可汗应变中心昨开工作会议，将对高雄的水情是对提醒的青顶调整做减压用水的黄顶，3月初8就开始实施。为了超前部署，加大节水的力道，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议3月8号起，高雄的水情灯号由目前的绿灯转为减压供水的黄灯。那所谓减压供水的黄灯的意思，是在夜间的时候来进行减压供水。那这样子的措施并不会影响民众日常的这个生活。已经运转40冬的核电厂3月14就照到过期了。全国会废核行动平台早起嘛去新北市政府头前，伊是批评讲延长使用的主张无负责任，嘛强调讲核电厂产生的核废料已经无所在通放了，因呼吁核电厂应该爱如期退休。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伫新北市府前的广场镇静，批评最近有一寡立委发表核电厂爱延长使用，互因真烦恼，呼吁各界应该支持伫万里的核电厂离合机顺利伫3月14来度役，因为核电厂已经使用40冬啊。核二厂的1号机在去年提前停机，今年这个2号机3月14号才停机，就是因为核电厂的核燃料棒已经无处可去，已经在冷却池里面爆满，放不下了。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指出，核电厂内有9000挂机的高阶核废料，59000桶的低阶核废料，农业未找到处置厂，核废料无法度退出炉心，乌国烟药，而且进前常有事故，像离合机炉心边仔捌裂开，电箱避雷器嘛捌爆炸，拢影响到全台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20多年这个空间的池子，我们已经塞了40年的核废料在里面。这是一个先天设计不良的核电厂，同时核二厂也位在断层上面，也是一个后天选址不佳的核电厂。新北平安。全国废核平台表示，根据核子反应器实施管制法，核电厂3月14的运转即照到期，就要停止运转，若无就违法。呼吁台电莫阁申请电源，嘛将上顶平安符的订正书交予新北市消防局的代表，消防局无特别回应。记者台北小凯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市台湾大道进前失败的快捷巴士 BRT 的车头，伫2015年的7月份已经拢改做公车站咯。也毋过有市民就发现讲，当初一寡设备即马拢无得使用，实在是真浪费。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是表示讲，未来除了监视器，佮有广播系统会继续使用，嘛已经编220万的预算，要甲这无路用的设备拆掉。乘客伫台湾大道的公车站上下车，不过袂少人拢无注意到站体内底阁有真侪无用到的设施。我没有特别注意它，其实。对，没有功能，其实应该要
把它拆除了吧。台中市台湾大道的公车站体，原本是 BRT 快捷公车专用。2005年7月，总为优化公车站了后，原本所斗好的 BRT 设施，就安尼放了近要9年，闸门放伫遐无用，余额查询机甲电子扛棒，毋是各种就是高高的营业。而定定坐公车的大学生，搁开始有感，若是到有人潮真济的时阵，这设施就甲动线冻掉的。就是看过它就已经废弃了，就很挡路啊。有时候人多的话就很挤啊。规划今年拆除闲置设备并移置，提供民众更宽广舒适的候车环境。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原本的 BRT 站体有39站，基地系统设备进前甲倾向效益的问题无拆除，效益的争议嘛伫去年6月已经解决。除了楼下广播甲监视系统，其他设备已经规划拆除。而学者建议，应该为如何来提升公车专用道的效率来考量。我们也要去考虑，将来要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更专用的了哈，就是把路权变成从 B 路权要不要把它提升成 A 路权，这个都必须要先做一个公共重要的评估之后，再来看看。李克聪表示，应该重新分析目前公车专用道的运转效率，以及是毋是有必要再提升公车的路权，再来考量现有的设备是毋是继续存在，或者是拆除。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宜兰苏澳大东路到中孝路的电缆线，规路拢是真歹看，而且拄到风台，定定都会造成熄电，甚至会有烧拍电的状况，是真危险哦。地方争取讲要甲电火条啊地下化，台电甲民代今仔早起嘛去现场了解，甲电方沟通了后，决定讲要甲变电箱宿舍设伫公有地，会尽量利用下班时间来施工哦，还袂去影响到交通。电线亲像地图网共款，伫个苏澳大东路到中孝路的街仔路，在地居民反映，除了无水影响市容，风台时阵电线断去也可引起停电问题，甚至发生电火条啊，因为大风大雨不会甲爆炸声音。你看抬头一看就知道，这样就看起来就比较不美观了。电线没有地下化吧？对啊，因为风大，它一定就会就会爆啊。地方争取地下化10几年，毋过这路段是主要交通要道，附近阁是学区，施工时阵恐惊影响通行，而且变电箱设地点挖住后，也引起部分在地民众反弹，一直无具体进展。希望地方能够协助在工程进行的时候能够协调民众，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台电甲民代办理会勘经过甲地方沟通了后，决定将变电箱轻量化，设伫公有地，也允诺会尽量避开车流尖峰时段时间，降低对交通的冲击。因为它要挖路，所以我们要先请路权。那等到那个政工所核准那个路权之后，我们就会进场来施工。根据台电规划，电线地下化经费差不多800多万。后续摕到施工路权了后，liền开始发包动工，工期半年，若顺利年底就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重大的观光建设日出乡下大道已经起5档外路，佮因为路边歪一边，部分的路段积水的问题，目前是佮还未验收。花莲县议会嘛专工来成立专案小组来了解哦。民众嘛正怨叹讲工程做这么久，已经严重影响到因的生活了。这是花莲市日出乡下大道，东边的三角公园，草坡才拄铺好尔，都真侪所在落去，涂骹的花岗石真侪拢闭起或者是变色，嘛无做绿化。上较严重的是中庆路西边的路面处处来去的车甲人常在发生危险。让大家居民行得安全，这是最基本的。结果做出来有倾斜的，笑死人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建造单位的人是在干嘛？日出乡下大道是前县长傅昆萁伫2018年规划花莲重大观光建设，把原本的红毛溪整治了后砍挂，开5亿要打造一个千年袂歹的车路。不过起好了后，却因为路边处处甲排水不良，引起民众的不满。4%的一个到8.31%不等的一个斜度哈，可是却是造成了非常多民众行走不方便，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县府建设处表示，路边的处处是因为当初居民要求讲，要甲3.9米的双平单行道分跨到5.4米，部分的路段原本下底有暗坑，因为无法度卡掉，路面才会起较悬。若要甲暗坑的顶悬卡掉，或者是要带较深嘞，佫惊无法度排水。湘涵的整个排水的坡度是上游下游去计算好的，
所以你去动到箱涵的这个深度高层，都会影响到通水断面跟泄水坡。提出乡下大道到今也无法度验收，官方强调讲还阁当地改善，不过路面处处的问题恐惊是无法度解决。目前敢若会当限速30公里，而且提醒过路人爱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旧年初，云林口湖乡的养殖专区传出讲有气温顶头拢是供电业者乌白蛋的建筑本色。云林县政府环保局是要求业者都要提出摒扫清本色的计划。伫污染的疑虑还未调查清楚进前，未发互因建造还是使用的执照。看看养殖池已经被卡头起开挖清运中，但边仔阁会当看到原本台内底建筑废弃物。旧年初，云林口湖金湖段养殖专区有6处养殖专区的土地被工程业者会填含有需要废弃物的土板，经养殖户检举，但到目前只有清运1处。我要甲质疑讲，伊后壁迄5地到底是要哪处理？是毋是伊若无处理，伊清运计划伊要出来啊？县政府要罚9万啦，你看他清车一个5000万啦，伊怎啊敢用大落去？这对阮地方的百姓够建设是无嘛，来危害嘛。当地养殖户表示，不满业者目前只有清运1处土地，2号上午来到现场定情，要求温管府需要求厂商提供另外5地清运计划。第民众一路还未厘清前，绝对袂当含外使用执照和建造。像你说的这个核准不核准，原先的单位他们的计划里面有没有这一项？他们也要说明啦。已经有环保局已经调查叫我来挖，检察官会同来挖啊！这土拢是安全的，拢是清气的，拢无重金属，拢无一寡有毒的物件。工地业者强调，经过半年采土检验，目前收到环保局公文，表示土壤安全无毒。但在地养殖户认为，业者在养殖专区回填建筑废弃物就是违法，要求另外5处拢需要清除。排除污染的疑虑，再当来做后续建设。记者为您报道。资料迄是讲，女性经年期了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5档就会增加将近1倍。意思是表示讲，经年期了的女性，因为无雌激素的保护，心血管疾病风险就会较悬。也毋过嘛强调讲，雌激素是看宽人食。健康食食、固定的睡眠、佮运动、定期的健康检查应该会当避免心血管疾病威胁。女性更年期上接看到的现象，就是情绪无稳定、喘气袂顺、不时就面红。医师表示，这是因为45岁了后，雌性激素降低的关系。毋过除了这以外，更年期女性更加爱注意心血管的问题。那雌激素的话，不仅是对心肌、对血管都有保护的作用，让血管更有弹性，让心肌的收缩力会更顺畅。但是过了更年期之后的话，因为雌激素的一个分泌减少、下降，甚至停止，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心血管疾病就会跟着增加了。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女性更年期过了后，无雌性激素的保护，高血压、糖尿甲高血油的问题是倍数来增加。其中46岁至55岁之间的女性，高血压甲糖尿的发生率是40至45岁女性的3倍，也那高血油是1.5倍。长期研究更年期的专家李基玲表示，真侪中年女性为着身体会买荷尔蒙来补充，毋过荷尔蒙若食过磅，颠倒会引发其他的问题。雌激素加上黄体素。那因为子宫还在的时候，那我们会这2种的同时补充，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乳癌等等的产生出来。那而且在血管栓塞的可能性也会有增加。专家建议，雌性激素等荷尔蒙的保养品，也是爱经过医师的判断才通补充。平常时食较正的，固定睡眠甲运动，才是互家己健康老化的方法。记者麦上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台南的桂林农会，甲农民做伙办食农教育的活动，教特教班的学生囡仔种菜挽菜哦，佮家己动手来生种菜，大家是拢算甲真欢喜。伫过程中嘛，认捌真侪菜色的知识。囡仔人伫田里无用种做采收，食农教育是愈来愈时行。即摆台南桂林区农会也有举办，毋过参加的是安庆国校特殊教育班的学生。为着互囡仔会使充分认捌农业，农会特别甲时间久长，也增加活动的内容。他们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在安排时间，我们都会稍微拉长一下的活动啊，就是从育苗，然后到种菜，然后到我们
2个月前就有预先为他们种了一批大白菜，让他们采收。然后采收完之后，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做黄金泡菜啊，让他们了解说种黄金泡菜或者是大白菜是怎么来的。农会总干事和老师也拢真欢喜看到学生实际体验，家己亲身来种菜，透过实体的教育，对学生来讲，记忆也较深。看到小朋友这么样子快乐，还有他们是第一次走出这个户外，这个是政府在鼓励的食农教育，我们也非常欢迎以后有相关的小朋友啦，或是学校活动，可以多多来参与。归仁农会实在是有够大胆，这个全国我看很少说敢约特教班4个班哦。特教班里面是集合所有罕见疾病、所有障碍，但是我非常佩服归仁农会，让所有的小朋友在这个机会，让最弱势的这一群孩子有机会走到田里面，知道食物怎么来这件事情。透过食农教育的活动，让学生知影这物件是安怎喂田里到桌顶。这摆体验也甲农产品教识，让学生有无同的教育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花农王江林，因为有花照顾花草草是愈来愈吃力，所以决定要甲1500丛的地花捐予台中市政府，让市民朋友拢通欣赏。目前这个地花就种伫台中校里运动公园顶5个公园内底。伊讲有一句话讲，送人玫瑰，家己的手嘛有芳开，所以嘛是真欢喜。这个品种的名字叫宫廷歌舞，它算是一种牡丹型。当日向大家小介花丛的这位奥利桑是72岁的王工人，照顾花草树木的工课已经有40多年，但是因为有花体力渐渐无法度负担，伊决定把1500丛地花免费捐予台中市府，希望会当让更多人看到地花的水。因为腰酸背痛，所以决定捐出来。为什么捐给公家机关？就是有人照顾，大家看得到。台中市建设局把这个地花分别种伫后里森林公园、后里运动公园、甲丰原的红仔公园等5个所在，开放予大家来赏花。民众看到公园种规片的地花，也真欢喜。那当然啦，因为大家都很高兴啊，因为喜欢说看花开啊，可以给更多的人观赏到美好的东西，让大家心情愉快。我真的有一种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施比受更有福的那种感觉啦。这个捐予台中市府的地花品种，拢总有25种，包括玫瑰型、百叶型，也有牡丹型等等，花型拢无同款，也有无同花色。有够今年地花也开到3月底，被赏花的民众就要把握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伫去年的旧历7月推出上强女鬼散步的路线图是真轰动哦。今年又搁推出上强客运的导览，1公里的路途到5个拜拜的地点，应该会真受到考生甲家长的欢迎。一张水红仔色的机关卡，满满拢是拼命咧读册考生心内寄托。台南市府上准刷落来考试季推出上强客运的导览，短短1公里内就会当拜5间庙。觉得套装行程应该有不错的内容，可以去值得我去参加。人定胜天吧。是。我觉得考试这种东西还是要靠自己。这届的上强客运导览路线包含中西区的树顶武庙、赤坎楼的溪青爷、赤坎楼的大树顶，也阁有北区的新丰庙甲三山国王庙。短短1公里以内，就有5大文昌帝君通好拜，而且阁有不少会当讨一个好格调的食物。我们会准备葱，然后包子跟粽子，然后祈求金榜题名这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参拜最多、最有效的庙宇，好，那这是 CP 值最高的。不但可以上庙礼拜，而且也记得你的五脏庙。台南市管理局表示，这届的上强客运导览路线总共有200个名额会当报名参加，而且也会送新民加持过礼品来投保庇。台南市府跨局处合作规划来促进观光，这届又个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拢较凉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拢真冷哦。明仔载透早，因为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开影响，各地天气嘛拢真冷。日时开始哦，大陆冷气团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会豆豆回升，也毋过哦，中南部早暗的温度嘛是搁差真济，要特别注意。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